一封报纸从天而降，雕塑却莫名遭了殃。刚刚和母亲争吵完的西渡，将怒火都发泄到了历晨头上，斥责因为他好好站着的孩子突然变成了太监。历晨无奈的解释，报纸能打断金属，只能说明他原本就有裂痕了，而且他也就是个假货而已。西渡愤怒地说，假货也是有人格的，也有撒尿的权利，但他也并不是想要赔偿，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怒气罢了。随后径直离开，留下莫名其妙的历晨。家道中落的历晨刚搬来这个小区，就已经找了很多份兼职，金融危机让他失去了曾经的梦想和家庭，只能为了生活不停地奔波。西渡来到漫画屋归还漫画，却遇到了在这兼职的历晨。历晨检查漫画后，质问漫画上的鼻屎是不是西渡干的。西渡气愤地说，他可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这样做？历晨调侃说，看来小时候的确干过这种事。西渡顿时语噎，质问历晨打算怎么赔偿损坏雕塑的损失。历晨只好提出用他喜欢的漫画来赔偿。漫画迷的西渡自然欣然地同意了这个提议。西渡跪在教练面前，请求他收自己为徒，郑重地表明自己的决心。教练让他先试试能不能转学过来吧。这个女孩为了转学有多拼，故意撞到学校的大姐头，就是为了引起争斗，可以被强制转学。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学校取消了击剑部，西渡是为了梦想和偶像才选择这样铤而走险。偷听大姐头要和隔壁学校约架，一路偷偷跟着，准备加入这场混战。为了计划的万无一失，还提前通知了警方。场面顿时一片混乱，西渡看好时机，准备加入战斗，却看到一个混混对着大姐头拳打脚踢，西渡拿着雨伞3两下就击退了他，混混毫无还手之力，西渡仅凭他一人就结束了这场混战。警方赶到现场，众人都落荒而逃，西渡却主动迎上前，反倒被当成了受害者，这才意识到只有逃跑才会被抓，计划再次失败，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悔恨。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苦恼的幼灵却看到一把雨伞从天而降，西渡在天台撒海上大喊，让幼灵不要淋雨，撑着伞走。看到拿起雨伞的幼灵，连忙躲起来，满心欢喜的大喊自己是他的粉丝。虽然淋成了落汤鸡，依旧没有放弃要转学的念头，想到说不定以后能和偶像朝夕相处，欢呼雀跃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他又有了新的计划，穿上妈妈的衣服，化上浓妆来到夜店，为的就是等待警察将他这个未成年抓走，达到被强制转学的目的。却在这再次遇到了历晨，还主动帮他解围。富二代的他家道中落，还被以前所谓的朋友奚落，起身拉着西渡一起离开。黄毛却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威胁要报警，让未成年的西渡被带走，反倒正中了西渡的计划。历晨没有妥协，摘下手表击响了警报器，顿时夜店一片混乱，大家都只能离开。历晨得知西渡是为了被转学才这样做的，提醒他不要将事情想得那么简单，这种地方比他想象中危险多了，很可能会发生毁掉他人生的事，但还是鼓励他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只是要用对方法。最狠的话永远都是说给了最亲的人。西渡妈得知女儿偷穿她的衣服去了夜店，虽然西渡解释这样做是为了转学，但母亲还是愤怒地撕毁了漫画书。西渡委屈地说自己每次比赛失利难过的时候，陪伴他的都是漫画书，从未关心过他的母亲，根本没有资格这样做。母女两人就此不欢而散。西渡努力地想要修补漫画书，但已经无力回天，只好悄悄地来归还，却还是被历晨发现，只能尴尬地逃离。历晨翻阅漫画后急忙叫住他，西渡委屈地痛哭起来。历晨看着西渡画的漫画，忍俊不禁。锲而不舍的西渡再次找到教练想要拜师，奇迹般的通过了第1轮测试。第2轮测试是全凭运气的猜硬币，西渡连连猜错，只能拿出全部身家换取最后一次机会，却再次失利。教练意外的给出了合格，并让他下周来学校报到。原来西渡妈早就拜托了教练，他们曾是亲密的好友，只是两人之间似乎有点误会。一封报纸扔进家门，西渡知道是历晨来了，激动的大喊自己的心愿终于达成了，可以继续学击剑，追逐梦想了。历晨停下脚步，展露笑容，小声的祝贺了西渡。西渡来到了新学校，身为著名主播的西渡妈备受追捧，西渡受不了这个场面溜了出来，意外撞见了告白现场。西渡刚刚到新班级，校霸就找上了他，直截了当的说自己喜欢幼灵，希望同为击剑部的西渡可以帮忙牵线。西渡却说他更喜欢幼灵，想到完美的女神，又忍不住一脸花痴。校霸的发小班长带着西渡熟悉学校环境，两人初次见面却意外的合拍。西渡兴冲冲地跑去体育部，想着终于得偿所愿，可以每天见到偶像，眼神也一直紧紧跟着幼灵。在西渡的眼中，幼灵就是充满光环的女神。教练让幼灵3天后和西渡比1场，测试一下她的实力。练习结束，西渡说他是幼灵的粉丝，一直梦想成为他这样的选手。幼灵却说他像个傻子，说见过很多他这样的人，慕名而来却坚持不下去，他也只是个没有实力的关系户罢了。突然的大型塌房现场让西渡备受挫折。历晨的弟弟因为家中的变故寄住在姑姑家，还被同学们嘲讽殴打，历晨心疼不已，承诺会努力工作，早日接他回来。历晨来到幼灵家的小吃店，幼灵妈紧紧握住历晨的手，从看到他家破产的新闻就一直很担心，感慨世道的艰难，好人却没有好报。历晨很歉疚他家没办法再资助幼灵了，幼灵妈很感激他们的帮助，让幼灵能有现在的成就。历晨找到幼灵，他却扭头就走，质问历晨他什么都和他说，但历晨遇到难关却没有告诉他，让他一直担心着。西渡恰好看到这一幕，问两人是怎么认识的，为什么还惹哭了他，得到金牌都没哭，看来两人关系一定很特别。这是怎样的大型塌房现场？西渡终于可以和女神朝夕相处，但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。女神的冷漠和区别对待让西渡万分受伤。西渡一直和网友倾诉烦恼，对方提出见面安慰失落的西渡。那边的历晨关掉电脑，开始选衣服。西渡着急要上厕所，门却需要答题解锁。历晨出现告诉了他答案，
一身正装的厉晨是准备去面试，吐槽西渡不要一竿子打死体育生，只是他个人脑子笨罢了。西渡说不愧是幼灵的朋友，一样的讨人厌，虽然自己原本很喜欢他。西渡和幼灵迎来了第一次较量，几轮回合下来，比分逐渐被拉平。原来5年前两人就有过比赛，那时的击剑神通西渡击败了幼灵，西渡友好的想要拉他起来，但失落的幼灵没有理会，并对西渡一直很恐惧。比分追平，局势瞬间白热化，西渡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教练问他赢过幼灵是什么心情，西渡说只是一场练习赛，不会觉得自己就比幼灵厉害。教练却让他诚实一点，体育赛场上就是胜者喜悦，败者受挫的心情才能更好的激励下一次赛事，并问西渡是否有研究过幼灵。西渡解释本来就喜欢幼灵，所以很了解他。教练表示幼灵会输并不是发挥不好，而是不了解西渡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这也是让他和新人比赛的原因。虽然幼灵不待见他，西渡还是讲出了真心话，觉得能和幼灵比试是他的荣幸。幼灵问他为什么喜欢自己，西渡讲出了一连串幼灵的优点，幼灵却认为西渡只是讨厌自己的话，就要承认他的实力差，所以才说喜欢自己的。没有什么比被偶像贬低真心还更难过的了，让幼灵保护好自己的脚踝，知道他是因为有伤才失误的，便转身离去。校霸和击剑女神校园相遇，校霸主动的握手示好，可爱的言行还逗笑了幼灵，他独有的偏爱和同学们的起哄声也让幼灵有些不知所措。西渡来到广播室，遇到了广播部的班长，在磁带中看到了厉晨的名字，得知他曾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不仅长得帅、学习好，家境还十分优渥，连父亲送的入学礼物都是一辆豪车，属于他的生活本该是那样的美满幸福，但却因为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发生巨变，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，厉晨只能选择入，但父亲的公司正式宣布了破产，为了生活又不得已退伍，多方应聘都没有结果，只能不断的兼职。西渡从漫画老板这里打听到厉晨的住址，却看到厉晨被债主们逼问的一幕，无以偿还的他只能默默道歉。西渡给厉晨买了冷饮，说他和传闻中不同，没有了以往的神采飞扬。厉晨说西渡口无遮拦的样子很像曾经18岁的他也很想回到那个时候。西渡带着厉晨来到了之前的校园，翻转水龙头拧开开关，看着喷溅的水花，似乎心情也跟着变好了。厉晨将全部水龙头都拧开，西渡看着这个场景兴奋的欢呼雀跃，厉晨看着他的笑容也变回了无忧的少年，两人嬉笑打闹奔跑着，或许就是青春该有的模样。西渡安慰厉晨不要放弃幸福，就当做专属于他们两人的秘密，一起偷偷的幸福。厉晨看着西渡治愈的笑容，一切阴霾也随之消散。当你发现家里的落魄租客竟是学校曾经的风云人物，你会怎么做？班长意外发现厉晨就是那位广播部的前辈，十分懊悔自己之前的无理行为。幼灵因为没带课本只能到走廊罚跪，同样没带书的西渡正准备起身，教爸将书扔给了西渡，自己主动到走廊罚跪。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他的女神幼灵。教爸可爱的言行也再次逗笑了幼灵。校爸发现幼灵脚踝有伤，立即向老师求情申请可以站着受罚。幼灵很感谢校爸的帮助，疑惑他怎么会没有课本。教爸害羞地说，重要的不是课本，而是能一起在走廊。班长邀约西渡中午一起吃饭，但其实西渡每周6都会来这里，为的就是能看幼灵一眼，哪怕只是这样远远的看着也感到很幸福了。班长将厉晨就是他家租客的事告知了西渡，想到自己还和前辈顶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西渡宽慰他，厉晨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。厉晨带弟弟一起吃汉堡，弟弟却遇上了在学校霸凌他的人，厉晨霸气走上前，一一扯下几人的名牌，警告他们再敢动他弟弟，就一定会让他们好看。西渡看着努力训练的幼灵，下定决心一定要进入国家队。这时一则特大新闻让几人都激动不已，原来是浪漫满屋漫画出了第12卷。幼灵立马冲向漫画屋，但却还是晚了一步，突然想起厉晨在书店兼职，急速奔向书店。西渡也正赶往那边，西渡赶到书店，厉晨无奈地说都租出去了。西渡却看到书架上还剩一本，气愤地质问厉晨。这时幼灵赶到书店，大型修罗场让厉晨陷入两难，只好向幼灵解释书店是会员制，所以只能将漫画给老会员西渡。西渡开心地飞起，幼灵不敢置信地看着得意忘形的西渡离开，崩溃不已。这个女孩的初恋竟是一辆跑车，气愤的幼灵直言她很讨厌西渡，让厉晨也不要和她来往，毕竟厉晨是她曾经的初恋。回想那段时光的厉晨却说幼灵的初恋不是自己，而是那辆跑车，因为幼灵是在那之后才对自己改观的。闻言幼灵也没办法反驳。西渡正沉浸在漫画的世界，突然接到了教练的电话。第二天教练向众人宣布，西渡也将同幼灵一起参加国家队选拔赛。恭喜西渡是因为他的不放弃才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西渡回家的时候看到有个大叔在打听厉晨的下落，以为又是来讨债的人，立马冲去书店给厉晨报信，让厉晨躲在里面，他来帮他掩护。大叔没见到厉晨，只能无奈离开。西渡将自己能参加国家队选拔的好消息告诉了厉晨，厉晨很为他感到高兴，也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很好。厉晨看见门上留的信，急匆匆跑了出去。西渡听到动静，捡起信件，才知道自己帮了倒忙，也冲出去寻找厉晨爸的身影。厉晨在车站寻找，终于看到了父亲，拼命想让车停下来，却还是无能为力。绝望的时候，车突然停了下来，父子俩拥有了短暂的时光。厉晨承诺一定会找回曾经的家，让一家人团聚。厉晨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了在路边奔跑的西渡，连忙拉住他。看到他狼狈的模样，既担忧又气愤，西渡满是愧疚。得知厉晨见到了父亲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个女孩在马路上狂奔了2个小时，拖鞋都跑断了，正苦恼不知该怎么回家。厉晨选择用2人3足的方式搀扶着西渡回家，但毫无默契的两人并没能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。
但这段奇妙的经历也让西渡印象深刻，忍不住将喜悦分享给素未谋面的网友。西渡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找到教练拜托他给自己制定更高强度的训练。有了压迫感的幼灵也跟随西渡的脚步开始训练。学姐却仗着自己是前辈，斥责幼灵竟敢私自夜间训练，还不停地用剑戳他。忍无可忍的西渡拦下了学姐，愤怒的学姐命令他们将地板都擦完才能走。幼灵斥责因为西渡的冲动，害的事情变得更麻烦了，也根本看不起资质平庸的西渡。幼灵的话语深深地伤害了西渡，西渡对幼灵感到十分失望，说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让幼灵自己留在这里擦地板。西渡想到之前为了幼灵做过的事，现在看来都似乎有些可笑了。去归还漫画时，历晨看出了他的心事，西渡希望历晨能说一句是幼灵做错了。看着满脸为难的历晨，想到自己一直站在历晨这边，但历晨却不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失望地转身离开。回到家，看着自己曾经给幼灵做的画册和简报，委屈的通通撕下扔进了垃圾桶。无助的西渡只能和网友倾诉，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却能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这边，西渡也终于得到了些许安慰。但这位网友竟就是西渡粉转黑的幼灵。看来这部剧是不需要男主了。屏幕前的你磕到了吗？你脱粉的偶像竟是你素未谋面的网友。得到安慰的西渡希望能尽快与他见面。幼灵说会一直坚定地站在他这边，等两人见面时一定会一眼就认出他。怒气未消的西渡对历晨送的拖鞋视而不见，对曾经的偶像幼灵也形同陌路。西渡为了完成杨教练的任务，请求校霸教自己舞蹈。校霸带他来到一处会员专属空间，这是班长和校霸的秘密基地。校霸答应教导西渡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西渡要帮他每天给幼灵的柜子里送饮料。为了完成杨教练的任务，西渡也只能答应了下来。杨教练叫来西渡，他从幼灵口中得知了西渡顶撞前辈的事。原来那天杨教练撞见了独自擦地板的幼灵，他斥责西渡做事只有一股蛮劲，丝毫没有策略，所以击剑也才会一直没有进步。西渡请求杨教练教导，但杨教练却说以后都需要他自己思考，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。面试屡屡失利的历晨惆怅地坐在家门口，抬眼看到西渡滑稽的舞姿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西渡虽然还在赌气，但却换上了历晨送的拖鞋。西渡质问历晨在傻笑什么，历晨说只要看到西渡就会莫名想笑。西渡发现历晨满身酒气，得知他的面试又失败了，不计前嫌安慰他，这都是公司的错。西渡认为人生没有100%的喜剧，也没有100%的悲剧，所以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他们都能拥有更多的喜剧。这时西渡发现历晨睡着了，给历晨披上了毯子，还贴心地挂上了指示牌，写着面试没通过不要惹我的标语。这是怎样的大型社死现场？因为西渡的闹剧，历晨面试失利的事变的人尽皆知。历晨尴尬地回到家中，班长为了挽回之前的无礼，主动讨好历晨，还说自己是西渡的好朋友，反倒精准地踩在历晨的雷区。西渡来给幼灵送饮料，却在柜子里看到了自己当初送他的雨伞，愤怒地用力关上了柜门。学姐还在记恨西渡的傲慢，扬言只要再看到他夜间训练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时西渡霸气推门而入，大步走到学姐面前，众人都以为西渡是来打架的，他却一个180度的鞠躬，连连道歉。学姐一脸无语。西渡说他再也不会独自夜间训练了，而是让大家都一起夜间训练，共同进步。随后紧紧抱住学姐的大腿，请求她的同意。果然打败魔法的还得是魔法。幼灵去给历晨送小菜，在公车上遇见了校霸，看到站起身的校霸，以为他是要给自己让座，刚要拒绝，却发现他是给老奶奶让座。之前西渡教训的混混认出了他，势单力薄的西渡只能一路夺命狂奔。这时历晨开着跑车出现，但条件却是要西渡为那场闹剧道歉。事态紧急，西渡直接跳上了车，车技超群的历晨轻而易举地甩掉了混混们，也不再生气了，因为托他的福，悲剧变成了喜剧，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。突然天空下起了雨，但跑车的敞篷却坏了，西渡觉得这样反而更好，因为他很喜欢下雨。历晨也被明朗的西渡感染了，原本阴郁的日子也开始有了色彩。这边的幼灵和校霸也在雨中嬉闹，两人的目的地竟是一样的，校霸是来找班长的，而历晨就租住在班长家。这时历晨和西渡回到这里，幼灵看到亲密的两人十分不爽，突然屋内传来一声尖叫，原来是泥鳅跑了出来，几人立即展开抓泥鳅行动。幼灵和西渡默契地抓住了泥鳅，但看到对方又一瞬间没了好脸色。幼灵询问班长和校霸是什么关系，校霸向幼灵保证两人绝对是纯友谊的发小。历晨疑惑校霸为什么对着幼灵保证，校霸质问历晨和幼灵是什么关系，幼灵解释是同他与班长一样的关系。西渡问校霸怎么不好奇他怎么认识历晨，却换来校霸的一句根本不感兴趣。没有什么比被偶像一再否定伤害还惨的了。幼灵撞见了给他送饮料的西渡，警告西渡不要再做这种事，也不要再喜欢他，说他的做法反倒让他感到毛骨悚然，随后抱着雨伞转身离开。西渡卖力地跟着校霸学习舞蹈，终于明白了幼灵击剑时为什么那样优雅，还有杨教练让他学习舞蹈的理由。为了感激校霸的教导，将幼灵下周就要去选手村的事告知了他，并且送饮料的事也被发现了，希望校霸能帮自己澄清误会。第二天，校霸主动给幼灵送去饮料，解释了拜托西渡帮忙的事。幼灵很懊悔，还为此和西渡耍了性子。校霸却说他耍性子的样子也一定很好看，他害怕会很久见不到幼灵了，所以早早就在这等了1个小时。年少时的暧昧或许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模样。杨教练决定和西渡比试一场，测试一下训练的成果。西渡妈提议改变面试选拔标准，因为经济危机，很多大学生被迫休学，这些人被动地失去了很多机会，希望局长能认清现状，不要光靠文凭判断。比赛结束，杨教练说输掉的原因就是他认定自己会输，还被对手发现了，叮嘱他比赛时哪怕畏惧也不能被对方发现。西渡很感谢杨教练这段时间的教导。
立晨特意来基建部找西渡，还贴心的给他准备了香蕉牛奶。立晨对基建部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。西渡找出了一套男士基建服给立晨，还帮他细致的整理好着装。立晨呆呆的看着专注的西渡，西渡决定和立晨比试一场。立晨说胜者要完成对方的一个心愿。屡屡失败的立晨用漫画书新刊的假消息诓骗西渡，赢得了比赛。原本愤怒的西渡看着立晨帅气的脸庞，也顿时没了脾气。教练让幼灵通知其他选手评价赛是早7点出发，还问幼灵西渡的实力如何，毕竟是杨教练一手调教的。西渡虽然经历过很多次失败，但还是期待评价赛能得第一。立晨很羡慕西渡永不言败的毅力和坚韧，这或许也是每次他脆弱时会想起西渡的原因。这个男孩在校门口被追债的拦下，同学的目光让他无地自容。立晨接到电话急忙赶过去，与此同时，西渡正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他不再是那个冲动莽撞的少女，学会用计策，一举逆风翻盘，赢得了比赛。其他队员都很讶异这个实力超群的新人。西渡遇到不断耍阴招中断比赛的对手，也不再焦躁不安，以压倒性的气势打败了对方，随后开心地扑到杨教练怀中。西渡来到电话亭，想第一时间和立晨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但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号码。幼灵恭喜西渡实现了梦想。西渡调侃说，这就是成为国家代表的好处嘛，能让不可一世的幼灵主动和他搭话，并说自己的梦想并不是成为国家代表，而是成为他的对手。西渡急匆匆地跑去书店，却没有看到立晨的身影。从老板口中得知他辞职了，赶到他家却发现他早已搬走了。幼灵得知消息赶到这里，几人都在焦急地寻找立晨的下落，但都一无所获。西渡请求幼灵告知自己立晨的号码，幼灵让他联系上立晨的话，记得告知他一声。西渡失落地回到家，看到门上自己送立晨的基建，还涂上了他喜欢的颜色。立晨带着弟弟搬离了这个城市。那时从警局出来后，他就将自己和弟弟的呼机都扔了，承诺不会再让他经历这种事了。但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逃跑了。立晨搬来了舅舅家，母亲见到久违的儿子们，激动得泪流满面。西渡找班长借来立晨的广播录音带，想要在选手村的时候还能听到立晨的声音，就当他在给自己加油打气。班长疑惑西渡对立晨的不告而别，竟然丝毫不生气。西渡只是坚定地相信立晨的选择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默默帮他加油。这个女孩第一次登上电视，照片却是十分无厘头的样子。西渡妈带西渡拍了新的照片，质问他怎么能把那种乱七八糟的照片交上去，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。西渡成为了国家代表，却还是不能让妈妈满意。虽然不奢望能得母亲的祝贺，但也没想到会被骂。西渡妈说，她要做的不是祝贺他，而是要帮助他受到别人的祝贺。西渡来到选手村报道，被分配到和幼灵住一间。西渡看着梦寐以求的队服，满心欢喜。幼灵告知他训练时间和用餐时间，并说自己睡眠很浅，警告西渡不要打呼吵到他。但夜里却是幼灵打起了呼噜，吵得西渡睡不着觉。西渡只能选择听立晨的磁带缓解。此时立晨也在为生活而努力奔波。西渡希望两人哪怕不在彼此身边，也能一起振作起来。他也会努力成为让立晨重新振作的动力。幼灵回到学校，看到门口挂了祝贺西渡成为国家代表的横幅。这时看到校霸朝他走来，正准备打招呼，校霸却对幼灵视若无睹。幼灵不解地叫住他，校霸说只是在体验无视打招呼的人的感觉。幼灵想起了那个时候，他急于寻找立晨，忽视了校霸的问候，歉疚地主动和他一起踢篮球，说他能练习击剑都是因为立晨。他因为家境不好，原本要被迫放弃击剑，是立晨家无条件资助他，他才能完成梦想。这也是他第一次告诉别人这件事。校霸闻言立即分享了自己多则不愿再提及的囧事，说这下两人就扯平了。3个月后，西渡更加努力地练习击剑，体力不支患上了感冒，教练却只是叮嘱他不要传染给幼灵。这个弟弟觉得哥哥在于是打工很丢脸，竟装作不认识他，这让立晨十分难过。立晨坐在门口等着弟弟，质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丢脸，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开着跑车的哥哥了。弟弟不想说出是因为破产才转学的，害怕又像之前那样被人欺负。立晨认为这都是弟弟的借口。弟弟说他想要曾经那个耀眼的哥哥，而不是这个满身于欣慰的哥哥。立晨对弟弟的话感到很失望，让他辛苦的从不是工作，而是被唯一的弟弟这样对待。他为了他能无忧无虑的成长，抛下一切来了这里。弟弟却不想再听到哥哥说都是为了自己，明明离开首尔和要转学都是哥哥的决定，他也一样失去了所有的朋友，让哥哥不要再拿他当借口，这样就太卑鄙了。立晨失落的在外面抽烟，被舅舅撞见。立晨听了弟弟的话，觉得或许真的是自己的借口。他不断面试失败，所以才想要逃跑，却拿弟弟当借口，认为自己真的太差劲了。立晨在电话亭一遍一遍地听西渡的留言，这是他能撑下去的唯一动力了。立晨看到新闻上幼灵再度夺得冠军，西渡也夺得了第3名，看着领奖台上闪闪发光的西渡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立晨将水龙头翻转拧开，回想到和西渡那段快乐的时光。这时天空飘洒下雪花，西渡也将水龙头拧开了。虽然分隔两地，但对对方的思念并不会停止。立晨拉着西渡奔跑，在一闪一闪的灯塔下紧紧牵着他的手。西渡一遍一遍地听着立晨的留言。立晨说今天西渡出现在他面前了，让他终于有了笑容，承诺会在漫画出新刊之前回来，让西渡一定要等着他。这就是霸道总裁的中年小娇妻吗？立晨带着妈妈来网吧和父亲视频，父母久违的相见都激动得泪流满面。面对父母歌剧般的对话，立晨也只能化身无情的打字工具。和父亲短暂通话过后，母亲的心情也好了很多。虽然经历了很多风浪，但她丝毫不后悔和立晨爸结婚。两人一直相互尊重深爱着对方，到现在也不曾改变，叮嘱立晨也要找到这样的人，能让彼此变得更好的人。立晨也不再逃避了，想要回到首尔从头来过。他能重新振作都是因为西渡。立晨在包里翻出了弟弟的道歉信，
弟弟真诚地向他道歉，并希望他能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。5个月后，立晨成为了一名实习记者，为了完成新闻连线任务拼命奔跑，却也没能抢到电话亭，只好来到宠物店接电话。立晨无奈地和小狗沟通，叮嘱他们待会千万不能发出叫声。立晨有条不紊地播报新闻，艰难地赶在小狗发出叫声前完成了连线，但还是免不了前辈的一番训斥。立晨看到漫画满屋出了新刊，这也是他承诺要和西渡见面的日子。飞机上，教练看着报纸上的新闻，喜不自胜。夺得铜牌的西渡也被空姐认出，这时一位男生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渡，西渡害羞的有些不知所措。西渡和幼林回到学校参加考试，校霸一看到幼林就立马冲过去祝贺他夺得金牌，还教导身为体育生的幼林考试的技巧。幼林乖乖按照校霸说的不会的都选 C。成绩公布后，校霸认真计算后的分数却只有9分，而全凭运气的幼林反倒得了30分。西渡邀约幼林一起回选手村，被果断拒绝。校霸很羡慕西渡的名牌包，幼林看着自己破旧的背包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你见过偶像的大型塌房现场吗？幼林比试时屡次输给西渡，教练叮嘱他，要是这次拿不到金牌，之前积累的名声也都没了，这次绝对不能输给西渡。西渡听到教练的话，心情也很复杂。倍感压力的幼林回到寝室，西渡认为幼林输给他都是因为不肯去了解他，不把他当作对手，而他一直真心喜爱幼林，了解他的所有习惯，并说幼林很珍视的那把雨伞也是他送的。幼林有些讶异，但却说西渡为什么不好好的做粉丝，而是来打乱他的生活。两人积压许久，怒火再也忍耐不了，扭打在一起。立晨是史上第一个以高中学历进来的记者，社长认为他的运气很好，准备带他去抽选亚运会的转播权。3家电视台用猜拳决胜负，立晨却抽中了人气最低的击剑。看着面有怒气的社长，只好承诺会用自己的热情让国民看到击剑的魅力。西渡妈找到杨教练，邀请他担任电视台的击剑赛事解说员。杨教练还在记恨当初西渡妈亲自爆料他收受贿赂的事，害得他被国家队开除。西渡妈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身为记者收到举报，不能因为是朋友而掩盖过去。立晨跟随组员来报道，因为金融危机失业示威的人群来到天台拍全景时，看到了人群中的西渡，立即找了借口匆匆下楼，穿梭在人群中寻找西渡，漫画也被撞落在地，那是立晨给西渡准备的礼物。突然背后响起西渡的声音，立晨转过身，看着手拿漫画的西渡，无尽的思念终于在这一刻碰撞。西渡得知立晨当上了记者，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，邀约立晨一起吃饭，他也正好要去见某个人。这是我见过最肉麻的情侣，不仅用着情侣手机恋，还互相称呼对方为甜甜蜜蜜。西渡向立晨介绍了她的男友，立晨在电视台负责击剑报道，认出男人是击剑部国家代表浩振。这是西渡和男友交往的第3天，浩振警告立晨不要借着哥哥的名义接近西渡，两人腻歪的狗粮在立晨眼中却像一出搞笑剧。男友走后，西渡坦言刚刚看到立晨的背影，心跳都落了一拍，生怕会错过他。立晨说他经历了挫折，但很快就站起来了，这都是因为西渡给他的力量。西渡的这场恋爱其实都是因为好奇，他只是想知道爱情是不是像漫画里那般。亚运会上，西渡再次击败对手进入决赛，这也意味着他将与幼林展开最终对决。两人狭路相逢，西渡终于梦想成真，成为了幼林的对手，说一定会让他好好见识一下他这个粉丝的实力。幼林说，不管西渡进步有多么神速，他依旧是那个他无法战胜的人。西渡虽然对幼林放了狠话，却依旧不忘保护他。决赛开始前3个小时，西渡发现立晨送他的剑不见了，意识到当时有人拿错了剑带，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们已经上了火车。西渡立即决定去拿回来，买好车票，终于拿回了剑。返程的时候手机却没电了，还遇上火车延误。采访结束后，立晨回去的路上听到火车延误的消息，想到西渡还在那里，立即赶去火车站找到西渡，拉着他坐上跑车。安抚不安的西渡一定能顺利完成比赛。西渡很感谢立晨的帮助。立晨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西渡，西渡问立晨决赛会给谁加油，立晨说是幼林，因为西渡已经有男友的加油了。西渡委屈地说，两人已经分手了，就是为了体验分手的感觉是不是如歌词中那样。立晨说，只有谈真正的恋爱，分手才会悲伤。西渡想到他每个难过的瞬间都是因为立晨。西渡大步迈进赛场，终于迎来了与幼林的对决，两人举起手中的剑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粉丝与偶像迎来最终对决，幼林轻松拿下第1分。与此同时，班长竟带头赌博，班上同学们也纷纷押上了赌注。校霸竟投给了西渡，原因是他要将一切都押给幼林。比分3比0，西渡落入下风。西渡喜欢上击剑，都是因为父亲，也是因为父亲的鼓励才坚持了下来。父亲去世后，原本的击剑神童也停滞不前，重新打起精神的西渡终于赢得了比分，但幼林距离胜利仅差1分。西渡一直以来，哪怕备受打击奚落，也不曾放弃过梦想。西渡努力扳平了比分，就看这一局定胜负。西渡击败幼林，夺得了金牌。教练激动的大声为他喝彩，立晨也由衷的为他高兴。西渡妈在电视上看到女儿的佳绩，也热泪盈眶。这时幼林正和裁判抗议，认为他的速度更快，但监控画面也很难准确判别。眼看误判事件愈演愈烈，民众都要为幼林讨个说法，电视台准备用这起事件煽风点火，提高收视率。记者会上，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，西渡和幼林各执一词。西渡气愤地说，难不成大家都想看到幼林获胜，他就一定要输吗？西渡失望地摘下金牌，转身离去，幼林也追了上去，场面一片混乱。西渡说，都是因为幼林引发争议，才让他好不容易得来的金牌变得一文不值。心烦意乱的西渡来到药店，看到新闻中妈妈竟说幼林被夺走金牌，伤心落泪，连妈妈都不信任自己。
这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个女孩最无助的时候，呼机还落在了药店，无奈来到电话亭拨给药店，那头接听的却是立晨。立晨赶到这里，原来他一直给西渡打电话，早在药店那拿回了西渡的呼机。立晨劈头盖脸的斥责西渡在记者会上的行为，加深了舆论的恶化，就连立晨也指责他。西渡委屈不已，立晨默默跟在他身后。立晨说，就算裁判失误，西渡也是受害者。西渡坚定地说，那不是误判，拿出剑递给立晨，不断的测验告诉立晨，选手不可能不知道是谁更快。立晨用西渡先前答应他的一个心愿，让西渡和他回去。立晨来到酒店找裁判，但裁判回绝所有联系，立晨只能在门口等待。终于见到了裁判，但他得知立晨是名记者，不愿接受任何采访。教练斥责两人的做法让韩国击剑蒙羞，说他们没资格参加庆典，现在立即离开选手村，在处分下来之前在家好好反省。西渡看着幼龄的爸爸来接他，没有丝毫指责，只有安慰，而他只能自己坐车回去。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在说西渡收买裁判，误判窃取金牌。幼龄爸安慰女儿干脆利落的服从判决也很帅气，他作为父亲看着女儿承受这种压力十分心疼。幼龄明知家境不好，还偏偏喜欢最烧钱的击剑，一意孤行的他对父母既愧疚又感恩，所以希望能为家人赢得金牌。幼龄爸说他就是最棒的，让他以后不要为了家人，而是为自己而击剑，但对幼龄而言，家人就是他的一切。西渡害怕人们的目光，躲在车厢，想到以前和爸爸路过大田站的时候，爸爸说去给他买汤面，但火车启动，爸爸都还没回来，西渡害怕的大哭起来。看到爸爸赶回来，才终于安心。幼时短暂的分别就让西渡难过不已，这么多年失去父亲的西渡该有多么难过。这个男人为了心爱的女人，屡次吃闭门羹，也丝毫不放弃。立晨赶到机场恳求裁判接受采访，裁判不理解立晨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。立晨说不想让西渡受到人们的批判，希望他能还所有人一个事实。裁判解释，选手在激动的状态下很有可能误认为自己更快，坚定地认为自己没有误判，也不会被收买。校霸找到幼龄，幼龄为了亚运会努力了很久，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校霸不在乎误判争议，说在他心中论美貌，幼龄绝对是金牌。幼龄很感动校霸的安慰。西渡想到妈妈说的话，不愿意回家，来到面馆，看到新闻中裁判主张判决绝对公正，立晨更是说民众不应该随意臆测选手，让选手在最开心的时刻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痛。沉冤得雪的西渡泪流满面，听到隔壁桌爷爷的安慰和鼓励，掩面痛哭。西渡来到班长的秘密基地借住一晚，准备听着立晨的广播磁带入睡，很感激立晨能明白他的感受。这时保安竟锁上了门，西渡只能致电立晨求救，但密码只有班长和校霸知道。立晨找到两人前去营救西渡。立晨作为广播部的前辈，班长对他十分尊重。立晨得知校霸是乐队部的，恰好参加过这两个社团的立晨和校霸对了暗号，成功晋升前辈，踩着校霸翻过窗户。西渡看到凳子上刻着立晨爱多恩，磁带的末尾还留下了立晨和女生的甜蜜对话。这时立晨成功打开门，迎来的却是西渡的死亡凝视。这是怎样的大型修罗场？西渡无意听到了立晨和前任的甜蜜录音，对前来营救他的立晨丝毫没有了感激之情，气愤地冲去厕所，又被身后突然出现的立晨吓了一跳。原来是西渡跑错了男厕所。立晨叫住西渡，递给他手帕，得知他被赶出了选手村，又不想回家面对母亲，才想在这里留宿的，忍不住又开始唠叨。西渡很感谢帮他平反。立晨虽然嘴上说就算不是西渡他也会这样做，但还是让西渡别再做让他担心的事了。西渡依旧忘不了立晨的那句我爱你多恩，在学生册上疯狂寻找，却发现两人的照片都被拿走了，只好在合照上用排除法筛选，但多恩却用头发挡住了脸。西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真的很生气。想到自己的3日男友被立晨嘲笑，看来就是他的那段深刻爱情才让他看不起这种小儿科的恋爱。立晨找到债主，将工作后存的钱交给了他，虽然只是杯水车薪，但也是他的一份心意。债主当时听到立晨那个不会再幸福的承诺，也很过意不去，让他再难熬也不要放弃寻找幸福。立晨给幼龄妈送去了礼物，还给幼龄买了糖果。幼龄解释他会抗议，是真的觉得自己更快，没料想到会让西渡成为全民公敌，只是作为选手所要公正的判决而已。立晨打算搬回去，让幼龄周末来帮他搬家。班长和校霸得知立晨要搬回来，想到要每天面对前辈的压力，倍感焦虑。西渡恰好路过，得知立晨周末要搬回来的消息，开心的准备去帮忙。西渡看到幼龄也来了，说看来两人必须走一个，毕竟没有好到能待在同一个空间，但两人都不想离开。西渡无意发现了立晨的情侣大头贴，几人都猜这就是多恩，幼龄却说是立晨交往最久的女友敏英，和多恩只是短暂的交往过罢了。西渡走出门，看到被社区大妈包围的立晨，更是醋意大发，气愤地拿出那张大头贴当做胶带。这个胜负欲爆棚的少女，准备让校霸见识一下身为国家选手的实力，突然看到立晨进来，连忙想要做下表情管理，但臂力器却突然飞了出去，还准确地将窗户打碎，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立晨虽然悲愤交加，但还是担心西渡会受伤，将西渡抱起放在一边。校霸也伸出手想要抱抱，却被立晨无视。西渡总是回想到立晨抱起他的画面，心头小鹿乱撞，但想到立晨的前任女友，又怒火中烧。西渡妈回来，又是对女儿一顿斥责，让她好好反省在记者会的行为。作为一名新闻人，她对自己说出的话不会感到歉疚，就算是她的女儿也是一样。西渡失望至极，不想再看到母亲。杨教练让西渡妈帮忙归还西渡的金牌，他很明白西渡现在的心情，因为他也被公正无私的西渡妈伤害过。立晨赶去报道火灾事故，这次他没有满大街去找电话，而是来到钟点房，
但突然电脑蓝屏导致出现直播事故，立晨崩溃不已，找到西度妈道歉，西度妈踢了他一脚，知道不是因为通讯中断，而是他挂了电话，斥责他身为记者竟敢在直播时挂电话，如果不能熟记稿子，也要打印出来，再不然也应该随机应变，而不是只会逃避。失落的立晨回到家，看到西度挂在门上的袋子和为他加油的留言。幼玲妈和其他店家都帮隔壁年糕店做了担保，但那人却跑路失踪了，惨遭被骗，众人都崩溃不已。幼玲看到深夜自责痛哭的妈妈，十分心疼。这个女孩坐上了跳水高台，她被惩戒委员会判处了暂停选手资格3个月，母亲的积蓄又被骗走，无助的她站起身，往后一倒跌入泳池。西度恰好看到这一幕，看着崩溃痛哭的幼玲，满是心疼。西度和网友倾诉，虽然很讨厌她，但是看到她哭还是会难过。幼玲希望那人能理解西度的心意，或许他也就不会孤单。同样心烦意乱的幼玲提出两人面基。西度在公交上偶遇了立晨，西度问他两人是什么关系，立晨却说两人是债务关系。随后挽着西度去买冰淇淋，突然驶来一辆外卖车，立晨眼疾手快地护住了西度，拿出手帕帮他擦去了脸上的冰淇淋，近距离的接触让西度悸动不已。调皮的立晨故意在西度脸上留下一颗痣，西度发现后冲出家门找立晨算账，气愤地说不想被立晨当作无知的小孩捉弄。西度感觉两人之间有了隔阂，立晨已经走出了一大步，而他却落后于他。那时西度看到立晨出现直播事故，赶忙跑去他家给他鼓励。西度妈当着西度的面却说立晨那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与其结结巴巴播报，不如假装成通讯不良。立晨也在想自己的玩笑是不是过火了，看到暂时修补窗户的美女海报，也被西度手动打码了。幼玲精心打扮一番，还特意找立晨借了相机，想要拍照留念。得知幼玲要去见素未谋面的网友，立晨决定陪她一起去，确认对方安全后再离开。两人约定好手拿一支黄玫瑰做信物，虽然已经聊了3年，但却对对方一概不知。幼玲看到拿着黄玫瑰走来的西度，将花塞给立晨，便火速逃离。西度将立晨认成了网友，快步走向他。这一刻，西度明白自己并不是嫉妒立晨，而是怕自己配不上他，大喊我要拥有你，白立晨。这个手拿黄玫瑰的少女对着少年大喊出我要拥有你，原来是误将他认成了自己的网友。西度感叹着缘分的奇妙，害羞地对立晨告白。听到立晨说他并不是糯米糕，以为他是看到自己感到失望。立晨正想解释，看到远处苦苦哀求的幼玲，只好说是为了去采访才买的花。西度想到自己刚刚的那番虎狼之词，尴尬的火速逃离了现场。幼玲向西度道歉，说自己临时有事没能赴约，西度只能强撑着说没关系。幼玲回想到西度曾说过的话，意识到他说的那个人就是自己，崩溃的不知所措。同样崩溃懊悔不已的还有西度，突然一枚金牌缓缓出现，西度妈和女儿致歉，虽然不满意他在记者会的表现，但相信他是凭实力得来的金牌。西度看着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金牌，还忍不住咬了一口。立晨想到西度的直球告白，就笑得一脸不值钱的样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幼玲就找到立晨，他担心西度知道自己就是糯米糕会很失望，想到一直以来针对西度感到十分愧疚和懊悔，想到西度真心爱过自己，又给了糯米糕许多安慰，恳求立晨帮自己保守秘密。这时西度走来，幼玲立马躲了起来。西度看到立晨，也尴尬的扭头就走。西度随口让幼玲帮忙递下东西，这次幼玲没有无视，马上拿给了西度。西度对于幼玲的变化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幼玲也借口尴尬离开。西度突然看到幼玲柜子里竟有浪漫满屋的完结篇，控制不住拿起漫画看了起来。这时幼玲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西度只好解释是风吹开了柜门，所以不小心看到了，还反倒说幼玲不该带漫画来学校。但幼玲想说的其实是他可以看的。杨教练听说幼玲家的小吃店休业了一段时间，今天才开店，得知是幼玲妈帮人做宝被骗，让西度召集大家去那聚餐。越是艰难的时刻，越要热闹一下，避免胡思乱想，毕竟生活里有了欢笑，才能忘却烦恼。面对打败自己女儿夺得金牌的人，幼玲妈竟没有丝毫怨气，还一把抱住西度，清楚他被迫听了很多难听的话，安慰他所受到的委屈，祝贺他赢得了金牌。电视台准备做亚运会特辑，立晨自告奋勇想要试试，希望努力尝试能加快成长。立晨下班的时候遇到了西度，西度不顾立晨的呼喊，坚定的头也不回的火速逃离。西度来到基建部，却看到立晨坐在这里。立晨这次要拍摄特辑纪录片3部曲，幼玲和西度将作为第一组主角。西度担心民众看到他们的尴尬相处，自己又会挨骂。立晨说自己是最了解他们的人，让西度能信任他，制作好也会第一时间给他们看，不喜欢就不会播出。立晨问西度为什么躲着他，西度解释是觉得太丢脸了。心绪混乱了好几天的西度说出了他真的喜欢立晨，但在这种情况下的告白让他尴尬的想死。立晨招架不住过于坦率的西度，害羞不已，让西度好好思考吧，因为他已经有答案了。立晨看到成绩单上排名倒数第3的西度，感叹看来我们西度真的没有在烦恼成绩。校霸看着成绩单上幼玲倒数第2，而他倒数第1，觉得两人名字紧紧连在一起很浪漫，对于成绩丝毫不感到羞愧，认为这是他没有努力理所当然的结果。这番理直气壮的言论竟让我觉得好有道理。幼玲妈给女儿送了一部手机，幼玲清楚自己家的债务又增加了，不想浪费这笔钱。幼玲妈很愧疚成为让孩子担心钱的母亲，但她也是为了看到幼玲的笑容，想让她振作起来。幼玲却说心意没有用，又不能拿来还债。立晨急于寻找电话播报新闻，西度让立晨用自己家的电话。果然，工作中的男人最有魅力。西度痴痴地看着立晨。
立晨问西渡是否想清楚他们的关系，西渡说现在世上还没有一个词能定义他们的关系。立晨警告西渡不能再躲着他，既然一直帮助他振作起来，就要对他负责。这个男人刚准备要告白，话还没说出口，西渡妈突然出现，立晨发现上司竟就是西渡的妈妈，震惊不已。西渡妈单刀直入问两人是否在交往，西渡呵斥妈妈不要胡思乱想，他们不是那种关系，还说妈妈的思想总是很龌龊。立晨厉声警告西渡不要对前辈没大没小，西渡看着立晨竟帮自己妈妈说话，十分气愤。立晨无奈拜托西渡体谅为了职场和私生活周旋的他。西渡妈让立晨申请别的部门，如果不想成为互相伤害的关系，身为记者就不要和新闻来源接近。幼玲在洗手间的时候，听到同学在窃喜她跌落神坛，还说她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，不想丢了金牌才会装委屈冤枉西渡。幼玲本不想理会，这时西渡一脚踹开门，霸气将他们拉出来，质问他们躲在厕所抽烟，还敢说幼玲的坏话。三人扭打在一起，幼玲也冲上前护住西渡。西渡意识到幼玲也听到了那番话，更加气愤，警告他们不要再诋毁幼玲。西渡看着痛哭的幼玲不知所措，幼玲情急之下承认了自己就是糯米糕，哭诉她真的很抱歉，每次孤单难受的时候都是西渡安慰她，自己却还一直伤害她。西渡说他并不在意，让幼玲答应他一件事就好，就是不要再去跳水了，因为那样太危险了。两人冰释前嫌，抱头痛哭。特辑拍摄时，幼玲突然摔倒，西渡焦急地飞奔过去关心幼玲。立晨看着关系亲密的两人，明白这一刻或许他才是多余的人。两人彼此相让着风扇，西渡拉过幼玲的衣角，一起吹着风扇，用餐时也腻腻歪歪，画风突然演变成了恋综。立晨意识到两人已经相认了，西渡还在记恨立晨那时骗了他。立晨解释是幼玲让他这样做的，西渡却说幼玲有什么错。多年网友终于相认，偶像与粉丝也迎来了和解。西渡说他没有因为幼玲是糯米糕感到失望，幼玲也为亚运会的事和西渡道歉，没想到会让事情变成那样。西渡早已释怀了，幼玲妈拥抱他的那一刻，他所有的委屈难过都烟消云散了，那是连他自己母亲都没能做到的事，所以很感激幼玲妈。幼玲看着桌上妈妈送的手机，拨通了电话，说有些债真的能靠心意来偿还，并向妈妈道歉，说收到这份礼物的她真的很幸福。对于母亲而言，听到女儿这句话就很足够了。西渡化好妆准备接受采访，看到工作中闪闪发光的立晨，心中一阵悸动。摄影师问立晨选手哪边的脸更好看，立晨毫不犹豫地说了左脸，令西渡害羞不已。和好后的西渡和幼玲，画面中都满是粉红泡泡，前辈却为了收视率让两人重现一次决赛争议画面，两人也只能无奈照做。前辈认为他们表现得不够激烈，不断要求重来，导致西渡不慎扭伤了脚。立晨得知此事连忙赶过去，难掩怒气斥责前辈，同时进攻是最容易受伤的，什么都不懂还自作主张。前辈却说他都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收视率不好立晨能负责吗？立晨说他会负责的，质问前辈国家选手受伤他能负责吗？随后一把抱起西渡，驾车带他前往医院。西渡担心立晨顶撞前辈，工作会受到影响。立晨说要是西渡真的有事，一定会杀了他。随后向西渡道歉，没能待在他的身边。西渡感动地说，不论以前还是现在，立晨始终都在他身边。西渡看到天边出现了彩虹，拜托立晨停车欣赏这难得的美景。立晨感谢西渡总是引领他找到正确的方向，说那时不是西渡的话，他应该也下不了决心去找裁判。西渡说这就是他们关系的定义，就像彩虹一样，斯人若彩虹，遇上方知有。立晨却说两人的关系是爱情，他现在就爱着她。面对男神爱的告白，西渡却说他好像还没有到爱的程度。立晨对此并不在意，因为他爱着的就是原原本本的西渡，要是他的告白可以让他幸福一点，也就别无所求了。西渡感到生活似乎都变得美好了，好像只要和立晨在一起，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立晨得知西渡和幼玲因为击剑都没能参加过校外教学，前辈听说了立晨顶撞前辈的事，告诫他出社会后的道歉都是为了群体的和睦，而不是真的要当事人和解。立晨找到前辈道歉，当着其他人的面，前辈看似大度的不计较了，私下却嘲讽立晨是因为学历低才不会做人，只是个破产的落魄废物罢了。聚餐时，社长说应聘可能又会开始限制学历了，恭喜立晨成了唯一的高中学历记者。言语中不断讥讽立晨的学历，面对狠戳自己痛处取乐的人，立晨也只能选择隐忍陪笑。立晨希望更加努力的表现，让人们不再只看学历，这样其他和他一样的人才能有实现自己的机会。幼玲爸给女儿买了礼物，是现在学生间最流行的 CD 播放器。幼玲也不再说父母浪费钱了，开心的收下了礼物。作为父母，看到孩子的笑容，付出的一切也都值得了。幼玲收到了礼物，但心情却有些难过。她清楚家里负债累累，父母一直省吃俭用，却还是给她买了昂贵的礼物，就是希望自己不必担心，也不需要那么懂事。所以她也表现出很开心幸福的样子。校爸很开心幼玲难过的时候会找到他，本想要和幼玲告白，却没勇气说出口。这时遇到了班长，他捡到了些旧家具，想要搬去秘密基地。夜晚寂静的校园，细微的声音都变得可怕，还遇上了隔壁学校的偷做电贼。班长将校霸一把推了出去，将几人撞倒在地。争夺打斗时，幼玲手举长剑护住校霸，吓得小偷们落荒而逃。校霸将坐垫都还给了同学们，但老师却质问校霸那个时间怎么会在学校，甚至不断责打他，认为就是他不好好学习败坏学校氛围。班长主动站出来，说是自己忘了习题册，拜托校霸陪他去拿的。
校霸对挨打已经习以为常，但班长却很生气。班长是一名地下电台的 DJ， 他和听众倾诉，自己朋友明明没有做错事，却被老师体罚，说在学校学到的事尽是暴力，可以理所当然的殴打一个人，认为把人们聚集起来，赋予每个人号码，再用壁垒围起来的学校就如同监狱一般。立晨弟弟是班长的铁杆粉丝，每天都会听他的电台。校霸正苦恼该怎么和幼龄告白，听到立晨在向杨教练请示，打算周末带选手们出去拍摄校外教学的内容。西渡和幼龄得知要去海边，止不住欢呼雀跃。校霸和班长也很想加入，但是不知道立晨会不会答应。班长说他会找到办法。想到周末的海边之行，几人都难掩兴奋。立晨刚回到家，班长就贴心送上饮料，说校外教学就是同学们聚在一起的欢乐，只待幼龄和西渡太过孤单了，恳求带他们一起聚，却被立晨果断拒绝，并让班长不要养成贿赂的坏习惯。班长并没有放弃，精心准备好大餐。立晨虽然很无奈，但在美食面前还是真香了。班长每天都给立晨准备好饭菜，立晨也难敌美食的诱惑，但突然有天地上却空空如也。立晨找到班长问他是放弃了吗？班长说他是不会三顾茅庐的。立晨觉得班长用家常菜捉弄独自生活的人十分恶劣，班长只好威胁将饭菜消失的真相告诉妈妈。正巧这时班长妈采购回来，立晨也只能妥协。目的达成的班长兴高采烈地来到秘密基地，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众人。4位少年少女精心打扮，一番摆好 pose， 准备迎接这次旅行。校霸还帮幼龄改造了一下造型，获得了一众好评。幼龄也称赞校霸是个天才。班长还偷偷带来了家中的人参酒。立晨看到几人的装扮，直接取消了校外教学。几人坐上车朝海边出发，来到了立晨舅舅家。立晨妈见到久违的幼龄十分开心，祝贺他在国际比赛赢得金牌。幼龄主动介绍西渡是这次亚运会的冠军，而立晨弟弟如愿见到偶像，激动地说自己是他的铁杆粉丝。班长得知他还在念初3，说那就还剩下4年会等着他的。几人在海边嬉笑打闹，立晨刚架好相机就被扔进了海里。玩闹过后，立晨沉静地听着海边的声音，西渡坐在他身边。虽然他没有参加过校外教学，但觉得这里更有趣，因为这里有立晨。立晨突然凑近西渡耳边，说一起去买饮料。这举动令西渡小鹿乱撞。3人一起喝着香蕉牛奶，西渡没话找话，缓和刚刚一起洗澡的尴尬。校霸被立晨的完美身材震惊，化身小迷弟一直追着他跑。班长说校霸贪图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。幼龄这才明白校霸为什么喜欢自己。没有生活常识的几人，洗菜用洗洁精，烤肉用平底锅。无奈的立晨只好自己动手。舅舅还给几人送来西瓜，清楚几人计划的立晨将班长带来的人参酒送给了舅舅。大家都在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，西渡只是简单的发了一句短信。校霸拨通电话，却迎来了母亲劈头盖脸的斥责，气愤他对于倒数第一不痛不痒。校霸只能关掉了免提，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校霸说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所以母亲对他抱有比较大的希望。幼龄安慰他每个家庭都有烦恼，他妈妈也帮人做保被骗，本就负债累累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西渡很羡慕幼龄的家庭氛围，因为他已经没有爸爸了，而妈妈对爸爸却闭口不谈，哪怕再思念爸爸也只能自己承受。班长没有实质性的烦恼，他时常感觉人生很无趣，但只要和校霸一起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。嬉笑打闹过后，5人组坐在海边欣赏着美景。那年在海边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夏天，美好的记忆也将这般持续到永远。校霸小可爱准备在音乐节和女神幼龄告白，但幼龄突然接到异地训练通知，没办法去了。西渡和幼龄面对枯燥的训练，总是会想象自己跑出了校园，没想到真的有个狠人跑了出去。他呆站在马路中间，幼龄和西渡担心的找到他。睿智解释他也常常这样幻想，所以就想要试试罢了。西渡和幼龄等着公交，西渡想不通幼龄这么亲切的人，一开始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幼龄解释是他太害怕了，他早就认出了西渡，就是那个以8比0击败他的击剑神童，之后便一直想努力打赢西渡，但西渡后来的成绩却让他很失望，自己咬紧牙关，努力了这么久都没有了意义。但是后来明明是金牌得主的他，却还是很畏惧西渡，哪怕是现在重归于好，他依旧对西渡心存畏惧。立晨带着西渡来高级餐厅吃饭，想要感谢西渡的鼓励，让他成为了一名正式记者。这家餐厅以前立晨经常和家人一起来，但现在却很难了。西渡很羡慕立晨，起码拥有很多珍贵的回忆。他已经不太记得父亲的声音了，对于回忆也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想象。立晨听到西渡这样说，感觉现在的时刻也很珍贵，以后都是属于他们的回忆。西渡说既然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就要特别为立晨制造一个回忆。两人来到文具店，打算用幸运抽抽乐测试一下立晨的运气，但两人的运气似乎都不太好。终于在最后，立晨抽到了一个铅笔盒，两人开心的好像两个傻子。这名记者竟用着卡通少女粉的铅笔盒，大型社死现场让他尴尬不已。立晨遇到参加聚餐喝醉的西渡妈，贴心的给他拿来解酒茶，感谢西渡妈放西渡去校外教学，让他完成了纪录片。西渡妈祝贺立晨成为正式记者，问他原本的梦想就是记者吗？立晨也不知道，但没过着梦想中的生活，也不代表人生就是失败的；过着梦想的生活，也不代表就是成功的。现在只想做好手中的工作，这就是他的梦想。西渡妈听了立晨的话，对他好感倍增。西渡妈给女儿打去了电话，说马上就会回家。但突然电视台有一则紧急快讯，西渡妈只能重回岗位，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播报。看到外面下雨的西渡有些担心妈妈，拨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。西渡穿好雨衣，抱着凳子要拿去修，因为明天是父亲的忌日。
而这些凳子就是父亲亲手做的。西渡看到走来的妈妈，十分气愤，早就习惯了母亲的不守承诺，但起码今天不能这样。西渡妈认为新闻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能抛下，紧急速报回来遵守约定。西渡一直忘不了，也没法原谅妈妈因为新闻快报没来父亲的葬礼。当时西渡妈面对上级领导的压力，医院打来电话让她过去，但有一则紧急新闻需要立即播报，她也只能将眼泪擦干。年幼的西渡看着新闻上的母亲，没办法做到体谅和理解。对于母亲对父亲的避而不谈，认为妈妈就是想要将父亲当作从来不存在一样，将他遗忘。西渡妈清楚西渡对父亲的思念，但她对丈夫埋怨占了更多。为了把西渡拉扯长大，她只能选择忘记才能活下去。她以后不会再奢望西渡的谅解，但希望女儿不要再批判她为了遗忘做的努力，那是她撑下去的唯一办法。面对女神送上的花束，校爸有些不知所措。幼玲很歉疚，没有办法去看演出，说虽然他人不在现场，但他的心会在那里。校爸闻言十分感动，他打给了立晨，他想要重新站起来的勇气。他原本打算在表演的时候和幼玲告白，但幼玲因为训练没办法去，哪怕女生可能会讨厌这种告白，他还是希望幼玲能看到他的表现。立晨无奈地说高中生的事情要自己解决，他已经是大人了。这时看到了梨花带雨的高中生西渡，立马询问他是怎么了。原来西渡妈将椅子都扔了，那是爸爸亲手做的椅子，他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立晨抱住痛哭的西渡，轻声安慰他。西渡本来没有哭，但是看到立晨就再也忍不住了。立晨猜到他们母女吵架了，但他看到播报快讯的西渡妈，却觉得他十分帅气，有了想成为那样的人的念头，也明白他的敬业都伴随着西渡的心碎。西渡拿上小猪存钱罐，想要学会亲手做椅子。异地训练结束后，立晨来到这里，借口说要补拍一些纪录片的镜头，想带走幼玲和西渡，但其实是为了带他们去看校爸的演出。校爸看到舞台下的幼玲，下定决心更要好好表现，但一名吉他手却和女友吵架，临阵脱逃了。校爸只能强行将立晨变成了替补。西渡看到舞台上身着校服的立晨，好像那个困在旧录音带光彩照人的少年，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。西渡冲到后台，拉着立晨跑了出去。校爸一直坚定地看着幼玲，说现在他想要成为对某个人而言特别的存在。话筒却突然故障，校爸对着幼玲说：“我喜欢你，我们交往吧。”幼玲害羞地点了点头。西渡拉着立晨来了广播室，想要立晨重现那场广播。西渡满脸花痴地看着立晨，班长悄悄将设备打开，想让所有人都听到立晨的声音。这时外面放起了烟火，幼玲主动说出了他和校爸交往的事。西渡十分不理解幼玲到底喜欢校爸什么。五人组聚在一起看着绚丽的烟火，西渡很感谢立晨，让他有了特别的一天。立晨宠溺地撞了一下西渡的脑袋。西渡学做椅子的时候，看到了爸爸做的椅子，原来妈妈并没有扔掉，而是送去了维修。西渡和妈妈一起去了墓地，西渡将金牌放在了爸爸墓前。其实西渡妈也很思念丈夫，但作为母亲，她要做的还有很多，现实也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。母女两人冰释前嫌，相拥而泣。逃狱犯被捕时穿的衣服竟掀起了一股罪犯风，走在时尚前沿的校霸被学生们一路围观追随。睿智陷入低谷期，他不再喜欢击剑，再也不能从中感受到快乐。与教练商议无果后，只好选择了放弃训练。教练明白他是因为成绩没有起色才这样，做好他的心态管理才是教练的职责，而不是看着他放弃。西渡说他们只会击剑，放弃其实才是最大的挑战。教练生气的让幼玲将睿智带回来。幼玲说除非教练放过睿智，不然他也会拒绝训练。西渡也跟随着幼玲的脚步离开。西渡扔给幼玲一张纸条，写着行动胜过语言。他认为幼玲做的是对的，两人会心一笑。教爸不甘示弱地写道，幼玲只能看着他，虽然他不是标准帅哥，却是幼玲喜欢的类型。西渡看着幼稚的校霸，只能无奈摇头。老师看到穿着罪犯风的教霸，不由分说就打了他一巴掌，之后更是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班长忍无可忍呵斥他住手，老师却嚣张地让班长去报警。班长直接拿出呼机举报了老师，此事惊动了校长，他让两人立即到办公室。班长让幼玲先带校霸去保健室。面对警方，班长义正言辞指出老师的罪行。虽然作为全校第一，他没有被打过，但他不想成为对别人的遭遇漠不关心的人。警方却说学生不能顶撞老师，就算他举报了老师，他们也不能做什么，就算禁止体罚，但体罚与否都是由校方全权决定。立晨在警局打探新闻的时候，听说了班长举报老师的事。社会组的持记者找到班长，想要访问他这起事件。班长以为此事闹上新闻，就能让民众明白校内体罚的严重性。立晨赶到阻止了他，说班长是他的表妹，所以不希望他利用班长。他根本不是为了伸张罪恶，而是为了指责报警学生对老师没大没小。班长本来觉得自己挺聪明的，但如果不是立晨赶来阻止，他应该正兴高采烈地接受采访。教练面对队员的集体造反，只能无奈地提出解决方案，说睿智要是想放弃击剑，除非他这次打进全国大赛8强。幼玲和西渡打算帮助睿智，两人带着他训练，指导他技巧。看着自己的纪录片，西渡就好像公开处刑一般。纪录片的收视率不错，立晨得到了社长的夸赞，并自告奋勇地去大邱访问，但因为大雨导致字迹都模糊了，幸得立晨提前背下了新闻稿，才没有出现失误。立晨刚到酒店大堂，就遇上一位只会法语的人寻求帮助。西渡突然出现，一口流利的法语惊呆了立晨。原来西渡以前和妈妈在巴黎生活过一阵子，也是在那喜欢上击剑的。隔壁桌的球迷们因为赛事吵了起来，说就算他们上场也会比那些人打得好。西渡霸气回怼，说比赛失利最难过就是选手，
却被大叔们认出他就是击剑冠军。厉晨连忙拉着西渡离开，西渡还是难掩愤怒。厉晨静静地听着西渡宣泄，随后将他揽入怀中。西渡不想和厉晨分开，找借口又退了回去，挽着厉晨去买牛奶。西渡因为竞赛期只能观赛，但他不觉得轻松，反倒感到压力，因为选手就是在比赛中成长，不能上场也就失去了选手的意义。厉晨感叹西渡的成长，感觉每一年都有新的不同，想一直待在他身边，看着他帅气的成长。又到了分开的时候，两人甜蜜互道晚安。这时西渡的前男友秘密出现，说他还是忘不了西渡，想让厉晨帮忙牵线。厉晨果断拒绝了他，说西渡竞赛期本就心烦，不要再去打扰他，也不要再叫西渡甜甜。秘密说他只是为了试探，觉得他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厉晨。那时西渡和他提分手时说比起他好像更经常想起别人。秘密猜到那个人就是厉晨，但看着两人现在的状态，以为厉晨是在玩弄西渡。厉晨气愤地说西渡并不是可以随意玩弄的人，把他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就算西渡还不懂，但他知道就足够了。西渡在一边听到了两人的对话。瑞芝开始了晋级8强的比赛，看着他一路稳定得分，西渡和幼灵激动不已。终于瑞芝赢得了比赛，教练也为他拍手喝彩，队友们抱成一团庆贺。教练希望他冲击4强，但瑞芝选择弃权，他不想夺走别人的机会，他的击剑到此就心满意足了。教练尊重了他的选择，也希望他以后不论做什么都要学会坚持。男祝贺金泰梨，甜蜜的世纪，千禧之吻。吴良老师依旧在体罚学生，还找到了班长的地下电台。班长在那实名举报了老师，老师说按照校规班长将被退学，让班长写好检讨书，在全校早会时朗读，并正式向他道歉。班长拒绝道歉和检讨，打算自请退学。班长妈想让女儿转学，但班长觉得这样就等于承认自己做错了，退学没办法高考，只能参加学历鉴定考试。班长妈十分心疼女儿，但也只能抱住她轻声安慰。班长公布了他要退学的事，校霸拉着他到天台，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，自责的认为这都是因为他，说他唯一的弱点就是有他这样的朋友，老是因为他被卷入麻烦中。班长说就是为了卷入麻烦才和他做朋友的，不然他的人生该多么无趣，安慰痛哭的校霸。班长妈霸气出场，找到施暴的老师，斥责本应该道歉的人厚脸皮的坐在凳子上，却要做了正确选择的孩子道歉，说他根本不配为人师表，让他们立刻拿出自请退学申请表，并让老师对校霸道歉，不然就正式向家长会检举。学生们都很舍不得班长，班长说不要忘了他，少了他这样的有力竞争者，就更要好好备战高考。班长离开了校园，遇到了退出击剑社的瑞芝，两人协助着翻出了校门。幼灵和西渡准备好了蛋糕，祝贺他们迎接新的开始。在那年的秋天，这两个人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选择了勇于打破现状。西渡和校霸迎来了高考，班长和幼灵历晨来给两人加油打气。一转眼就要到千禧年了，5人组聚在一起探讨着世界末日，几人都觉得最后一刻应该和家人待在一起。但西渡妈正在电视台加班，历晨问西渡真的世界灭亡的话，有什么想做还没做的事吗？在倒数的时候，西渡主动吻上了历晨。这个男人面对少女突如其来的吻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默默地送她回家。西渡委屈地质问历晨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。历晨却说比起这些，他更担心西渡脚趾甲的淤血有没有好。难以接受的西渡在房间失声痛哭起来。校霸哄骗走老妈后，约出好友们准备开个派对，三人聚在门口等着校霸。班长看出西渡的心情似乎不太好，担心地询问他这次能否考到80分。西渡一脸自信满满，幼灵宠溺地夸赞西渡不仅击剑好，学习还那么好。西渡反倒有些怀念之前那个一直欺负他的幼灵了。校霸刚拿到驾照，只敢以龟速行进，班长和西渡都深感担忧，两人默契地系好了安全带。后面的车辆按着喇叭催促，宠夫狂魔幼灵无法忍受别人欺负校霸，西渡对这波狗粮感到十分无语。校霸打断几人的嬉笑打闹，说他实在是太害怕了，想要立刻回去。闻言三人都紧紧抓住了扶手。回到家却发现原本的车位被占了，这样偷偷开车出去的事就会被校霸妈发现了，几人只能无聊地坐在车里等车主来挪车。终于等到车开走了，但校霸拙劣的技术却怎么也没能停进去，转眼天都黑了，校霸还是没能停好车。校霸只好拜托西渡打电话找历晨求救，但历晨马上要进行播报了，没有办法赶过去。这时遇到了校霸乐队的朋友们，西渡决定联合众人将车抬回原位，众人一鼓作气，竟真的将汽车抬入了车位里，危机解除，大家都开心地抱成一团。杨教练在电视台偶遇了历晨，说要给他一个独家情报，就是他3月后就要回国家队当教练了。历晨有些不明所以，杨教练失落地感叹世间的瞬息万变，曾经的击剑神话已经不足以成为新闻了。历晨连忙解释，现在韩国都还没有能超越他的选手。男祝贺新剧再次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历晨询问杨教练和西渡妈的关系，感觉两人之间似乎有些渊源。杨教练回忆那年法国大奖赛，他夺得了金牌，西渡妈却因错过了采访，无助的崩溃大哭。杨教练主动让西渡妈给他采访，帮助他完成了任务。就此击剑明星和新人记者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，两人也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，陪伴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但最好的朋友却伤他最深，西渡妈亲口播报了举报杨教练的新闻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此降到冰点。杨教练询问历晨，如果是他会怎么做，会对西渡有所例外吗？历晨回到家，看到在门口等待的西渡，西渡直言他不明白历晨的想法，但让历晨不要阻止自己爱他。历晨给西渡买了热腾腾的包子，温柔地给他系好围巾。这时西渡看到历晨的衣服上有个线头，
正想要帮他拿掉，厉晨看到突然凑近的西渡，立马将包子塞进嘴里，转身躲开。西渡连忙解释自己并不是要亲他，只是要帮他拿掉线头。尴尬又丢脸的西渡火速逃离了这里。西渡难消除怒火，拿出日记本写满了我恨白厉晨，却还是不受控制的写成了我喜欢你。厉晨借着酒意打给了西渡，他是担心自己会让西渡失望，所以才会不断动摇。但这番酒后真言却错打给了校霸。杨教练斥责西渡下周就要比赛了，却不专注训练，精神涣散，警告他好好打起精神。幼林猜到西渡这样都是因为厉晨，西渡很害怕会失去厉晨，懊悔自己一时冲动就告白了。幼林认为告白本来就是场赌博，哪怕最终会失去，起码拥有过就不遗憾了。西渡发现幼林手腕上有和他一样的伤口，决定用这个作为两人的专属加油手势。绝世醋王男祝贺在线吃醋名场面。厉晨回到家，西渡还是在门口等着他。西渡也觉得自己很卑微，但却还是忍不住来到这里。厉晨只是淡淡的让西渡明天比赛加油。西渡拦住厉晨，说他已经做好了失去的打算，如果厉晨还是要推开他，就也要做好失去的准备。厉晨无视西渡躲进了屋内。击剑大赛开始，幼林和西渡都输掉了比赛。刚刚的对手还出言讽刺西渡，说他根本没有实力，只是碰巧拿了金牌。西渡并没有生气，让他不如好好培养下自己的社交能力，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。看到这一幕的厉晨也很欣慰西渡的成长，嘴上说着是成年人了的西渡，却还是在幼稚的收集着贴纸。厉晨看到西渡亲昵的叫着男人欧巴，还约好一起去喝酒聚会，瞬间醋意大发，在西渡落下的手套上留下纸条，写着和欧巴过度饮酒有害健康。厉晨本想回去拿走纸条，但西渡早已看到了，还猜到是厉晨写的，虽然嘴上满是抱怨，心中却不免窃喜。团体赛决赛开始，小组每个人都奋力一搏，西渡和幼林也屡战屡胜，终于赢得了比赛，众人都欢呼雀跃。校霸下定决心要牵到幼林的手，想着天气寒冷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却不料幼林竟戴好了手套，还贴心的给他准备了衣服。校霸故意将手套落在游戏厅，幼林只好和他一人一只，手套绳将两人挤在一起。校霸顺势牵起了幼林的手，甜蜜的两人买东西都舍不得放手，但手套其实是被校霸藏在了身后。西渡看着电视上他和幼林的互相告白，害羞不已。听到厉晨最后的总结，很是感动。西渡找到厉晨，感谢他将他们描绘得如此美丽。厉晨不后悔遇见西渡，也不后悔爱上他，但总是动摇的他很是失败，所以想和西渡暂时保持距离。西渡以为是那个吻让厉晨做出这样的决定，说他不会再这样了，今天只是想和厉晨一起看雪而已，哪怕就这一次。厉晨还是狠心拒绝了西渡。西渡哭诉他没有办法失去厉晨，恳求他不要远离自己。厉晨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，吻上了西渡。备受追捧的击剑女神竟成了全民公敌。01年的女子击剑决赛上，西渡和幼林迎来最终对决，但幼林却变成了来自俄罗斯的尤利亚选手。画面一转回到了2000年，西渡和厉晨手牵手来到了这里，公布了他们交往的事。班长对此很气愤，因为这样他就成了夹在两对情侣中的闪耀灯泡。5人组玩起了接龙游戏，不论规则如何转变，输家都一直是厉晨。幼林让厉晨一定要好好对西渡，要是让西渡流泪的话，就一定会杀了他。班长喝醉了哭诉想要读大学，厉晨条件反射般的安慰令西渡十分疑惑。校霸一针见血地说厉晨一定安慰过很多哭泣的女生。醋意大发的西渡质问厉晨安慰的到底是多恩还是敏英。幼林爸意外出了车祸，幼林赶过去看到了，手术室门口焦急等待的父亲，有位奶奶抢先冲了过去，狠狠拽住幼林爸让他赔命。幼林爸整日借酒消愁，幼林妈打算卖了店铺和房子，因为要是没能和解，幼林爸就要去坐牢。幼林为了家人，打算放弃和杨教练推荐的企业队签约。幼林找到西渡，说他遵守了约定，没有去跳水了。西渡一把抱住幼林，关询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厉晨无意中听到了幼林要转到俄罗斯籍的消息，因为幼林爸撞到的人伤势很重，需要很多钱才有可能和解，所以幼林打算规划国籍到俄罗斯。西渡担心幼林会因此被全国人民辱骂，他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，不想让幼林也承受这些。但对于幼林来说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。编剧没有心，5人组竟要面临全员毙。校霸焦急地找到幼林，他从西渡那得知了幼林要规划的事，明白他做出这个决定也很难熬，称赞他很勇敢。幼林很感谢校霸没有劝说他，而是鼓励他，这正是他现在最想听到的话。幼林将要规划到俄罗斯籍的事告知了父母，因为那边给的待遇最好。幼林爸妈虽然不希望女儿这样做，但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能解决问题。幼林并没有埋怨父母，而是庆幸自己有办法能解决这场不幸。杨教练陪着幼林去签署合同，看到这么好的待遇，杨教练也放心了，说无论幼林在哪里都是最棒的。幼林说不会忘记教练的教导，会努力成为更优秀的选手。厉晨在小吃店门口等着幼林，看到幼林却又没有办法开口。幼林主动叫住他，让他现在就只当自己是白记者。厉晨找到前辈，他没有想过记者这份工作需要面临这么多难题，要把匕首亲手刺向他爱的人们，哪怕遍体鳞伤，也是身为记者的他必须做的。大家聚在一起给幼林办欢送会，班长妈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幼林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，因为他们才感受到了幸福。原本的他以为只有拿到金牌和赚钱的时候才是幸福，但这些都从未带给他这种幸福。3人送给了幼林一本实用的俄语词典，西渡还贴心的用韩语标注了发音，幼林十分感动。厉晨在门口听到他们的嬉闹，没有进去，大家都疑惑厉晨怎么还没回来。校霸说或许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厉晨了。新闻上播报了幼林要转化国籍的事。
而这件事还是厉晨独家播报的。顿时，这起事件炸了锅，西渡愤怒地去找厉晨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幼灵的悲剧当作卖点。他还记得那时他被全民辱骂时有多难过，而这一切厉晨也都看在眼里，不理解他会对幼灵做出这种事。厉晨也很无奈，他害怕下次他也会拿西渡的悲剧当作卖点。西渡闻言愤然离去。多年后再次相见的两人，厉晨却只有一句祝西渡新婚快乐。幼灵打算坦诚地面对教爸，两人不会分手，也会继续喜欢彼此，哪怕距离再远，两人的感情也不会改变，但是不要再做出约定和承诺。他不知道何时他才能回到韩国，两人是否还能有见面的机会，所以如果校爸喜欢上别人，也不需要为了他放弃眼前的幸福，他不想成为那么自私的人。校爸说幼灵这样做才是自私，他听到幼灵要规划的事，就马上找了几份工作，想着努力存钱，总能去见幼灵。幼灵让校爸不要为他而活，光是为他而活的家人就已经让他感到吃力了，不希望他的不幸影响到校爸。幼灵收拾好东西，回忆他曾在这里收获的汗水和欢乐。记者们突然包围了这里，幼灵无助害怕地缩在角落。西渡赶到这里抱住幼灵安慰，两人制造出2个击剑人偶，设置好障碍，再由西渡将记者们都引到前门。随着他们一拥而进，西渡马上关上了门。记者们发现被骗的时候，西渡和幼灵已经跑出了校门，成功躲开了记者的追赶。两人还顺势拍了一组大头贴，之后一起去吃炸酱面。路人都窃窃私语，说幼灵是卖国贼。老板也只给西渡上了炸酱面，将钱还给了幼灵，说他只卖给他们国家的人。幼灵直言他只是贩卖他的实力赚钱，就和老板卖炸酱面一样，都是为了生活和家人。他不是卖国贼，而是客人。以前的幼灵或许会直接走人，但他在西渡这里学会了正面迎击，不再忍气吞声。以后就算身边没有西渡，他也会做得很好。西渡却不知该怎么在没有幼灵的选手村撑下去。幼灵其实也不想离开韩国，想和西渡一起成为韩国的国家代表。西渡紧紧抱住幼灵安慰他。幼灵在机场送别父母和好友，西渡让他好好备战明年的比赛，到时候决赛场上见，说与幼灵度过的每一个瞬间他都很幸福。校爸还在努力打工，忘了今天幼灵出国的事。原本十分害怕开车的他，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机场。脚踩滑板的他终于见到了幼灵，说他一定会去见他，哪怕再辛苦也会忍耐，就算幼灵能给他的只有不幸，他也甘愿。随后吻上了幼灵。厉晨看着民众都对幼灵恶语相向，心情也很难受，在隧道痛哭时看到了西渡。时间一转，来到了2009年，厉晨也成为了一名主播，祝贺西渡今天赢得了3枚金牌，说他自始至终都怀着同样的心情在为西渡加油。西渡说他无论身处何地，也都怀着同样的心在为厉晨加油。厉晨说虽然有些晚了，但还是祝福西渡新婚快乐。男祝贺金泰梨演绎相互治愈的青春爱情。厉晨很歉疚，他要报道幼灵的事件，但幼灵反而很庆幸是由厉晨来报道，而不是被那些不熟悉他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来博取版面。厉晨希望幼灵能解释规划的理由，他有信心让民众理解幼灵的苦衷，但幼灵并不愿意这样做，害怕民众会责怪他的父母，想要自己独自承受这一切。厉晨看着隧道里人们辱骂幼灵的涂鸦，崩溃的泣不成声，抬头看到了西渡。厉晨觉得幼灵的遭遇都是因为他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工作而伤害朋友。西渡心疼地抱住厉晨，擦去他的眼泪，安慰他这并不是他的错，世上很多事原本就是难以两全的，很抱歉那天太生气，对厉晨说了狠话。两人一起刷洗着油漆，西渡说以后他的喜怒哀乐都会和厉晨分享，让厉晨以后觉得辛苦也不要再瞒着他。厉晨决定转到报道局，任何部门都可以，只要不是体育部。西渡妈以为他这样做是因为幼灵，厉晨直言是因为西渡，担心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西渡身上，他会更加难以承受。随后主动告知西渡妈，他已经和西渡交往1个月了。西渡妈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，说用新闻伤害西渡的有他一个就够了，并且认可了厉晨这个准女婿。西渡和幼灵成为了异国网友，幼灵向西渡分享着他的新生活，虽然陌生又有些孤单，但他会努力的去适应这里。转眼春天来了，西渡进入了选手村，杨教练也成了国家队教练，厉晨也转入了社会部，这个部门可比体育部忙碌多了。编剧没有心，韩剧25-21强行毕，西渡在影院门口等着姗姗来迟的厉晨，生气地说电影早就结束了，厉晨只能紧紧抱住西渡，平息他的怒火。早就预想到结果的西渡，提前买好了下一场的票，两人之间虽然难免争吵，但也十分甜蜜。幼灵也适应了这边的生活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也过得很开心，但还是想念韩国的生活。校爸终于攒够了钱，飞到俄罗斯来看幼灵，哪怕只是一场短暂的相见，两人也觉得足够幸福了。厉晨年末也忙于工作，令西渡十分不满。播报完新闻的厉晨马上冲到人群中，找到西渡，带着他到了一个人少景美，还能听到新年钟声的地方。这是他前夫采访的时候发现的。西渡打趣说，看来厉晨工作的时候也时刻想着他。两人甜蜜倒数，庆祝着新的一年来临。班长考上了喜欢的大学，还当上了课代表。校爸拍了很多照片，打算上传到社交账号分享自己的穿搭，这种比杂志上更真实的效果，竟真的吸引了一批粉丝。西渡依旧每天和幼灵分享日常，但幼灵却不知为何突然不回复了。西渡偶遇了在现场准备播报的厉晨，这起坍塌事故伤亡惨重，厉晨心中也很不好受，找到前辈倾诉，没有发现身后的西渡，厉晨惊喜地抱住西渡，前辈只能尴尬的火速离开。西渡喝醉酒睡在了厉晨家，厉晨看着熟睡的西渡，细心地帮他盖好被子。西渡代表国家去马德里参赛，幼灵开心地来找西渡，遇到了杨教练，杨教练却说西渡不想见他，幼灵失落地离开。杨教练不明白西渡为什么要这样，西渡解释是为了要赢。
击剑女神和迷妹粉丝顶峰相见，西渡和佑灵过五关斩六将双双进入决赛。两人时隔多年终于迎来正面交锋，佑灵连得2分，让西渡倍感压力。早在训练时受伤的西渡就被教练警告必须要赢，不然他也会变成卖国贼。佑灵其实也面临很大压力，他原本采访时都在夸赞西渡，却被记者恶意剪辑。两个人面对各方的压力，比赛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事了，所以聊天时也做不到坦诚相待了，能做的就是在比赛时拼尽全力。西渡终于追平比分，局势瞬间白热化，西渡击败佑灵赢得了胜利，摘下头盔，两人都泪流满面，相拥而泣。就算什么都不说，他们也都能明白理解对方，最好的友情或许就是这样。荧幕前，大家都为西渡和佑灵感到开心。西渡刚回到家就接到了立晨的电话，两人约好晚上见面。西渡和妈妈在餐厅等着立晨，立晨却有急事来不了了。西渡妈询问女儿是否可以接受等待错过和失望，因为从小她就是这样让她失望的，可以接受连男友也是这样吗？西渡嘴上说着不在意，但心里还是很失落。立晨忙完就赶来了西渡家，紧紧抱住她，祝贺她赢得金牌。两人来到凌晨市场买情侣行李箱，约好一起去旅行。西渡在机场等着立晨。这时新闻播报纽约的紧急事故，西渡马上就接到了立晨的电话。他虽然很歉疚，也只能赶回电视台。西渡回到家，看到立晨准备的鲜花和蛋糕，两人的600天纪念日，立晨也没办法在他身边了。立晨赶往了纽约，被分配去采访韩国幸存者。西渡很担心立晨，拨打电话却无人接听。立晨因为纽约战事严重，需要在那边待1个月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西渡只能通过新闻看到立晨，哪怕只是短暂的通话，他也很满足了。每天面对着一堆悲剧，立晨身心俱疲，也只能苦苦支撑。身处人间地狱，就连西渡的应援也没办法触及到他了。立晨又申请了纽约特派员的名额，没能遵守要陪西渡跨年的约定，两人只能身处两地，各自回忆着往日的美好。男主和金泰梨忍痛分别，青春爱情画上句号。立晨被任命至纽约分局做特派员，下个月他会回到韩国处理调职事项，但那时西渡忙于世锦赛并不在国内，立晨很歉疚没能遵守承诺。西渡不想要再听到立晨和他说对不起了。时间过去了2个月，校霸成为了一名网络红人。面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佑灵，校霸还以为是在做梦。佑灵提前回来就是为了给校霸一个惊喜。校霸第一次见到佑灵父母，心中十分紧张。佑灵父母对甜言蜜语的校霸很满意。立晨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任务，这才发现错拿了西渡的箱子，连忙回到机场寻找西渡。前台说西渡发现拿错了箱子，就留在了那里。西渡发现家门口的行李箱，冲出去叫住立晨，质问他就打算这样离开吗？立晨却以为这就是西渡想要的，西渡也不想再争论谁对谁错，但这份爱已经给不了他力量了。立晨问西渡是否能做到分手这件事，西渡伤心不已转身离开。4人组聚在一起，几人发现了西渡的反常，西渡只好强颜欢笑地解释他们分手了，因为立晨要在纽约工作，身处异地的他们很难再做出承诺了，看不到未来的他们自然而然就发展成了这样。西渡的手机还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买新手机的时候本想要解除情侣套餐，但需要双方同意才能解除，西渡只好找来了立晨。店员希望他们能再考虑清楚，签下名字就不能反悔了，两人还是决绝地签下了名字。25-21强行 BE， 立晨不想把负面情绪说给西渡，他每天经历的都是些灾难和悲剧，身处人间炼狱，就连想念一个人都成为了一种奢侈。西渡明明说过想要分担他的喜怒哀乐，但立晨不想让西渡徒增烦恼。西渡说这就是他们分手的理由，他们只能同甘不能共苦，遇到困难就成为了彼此的负担。虽然还在吵架，但立晨还是下意识地保护西渡。西渡从小因为母亲就受够了这种失望和等待，不希望今后相伴一生的人也是这样。两人都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，事情变成了这样，也只有分开这一个选择了。西渡拼命让自己忙于训练，最终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分手，很后悔对立晨说了那番伤人的话。西渡的日记本掉在了公车上，几番寻找也没有找到。前辈称赞立晨创下了纪录，成为了最年轻的特派记者。立晨将那时和西渡抽中的粉色铅笔盒放进了抽屉，如今他也只能在梦里拥抱那个女孩了。立晨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拆开却是西渡遗失的日记本，看着西渡的日记都是关于他们的故事，立晨也终于理解了西渡的难过。西渡得知立晨今天就要搬走了，冲了出去，不想那些伤人的话成为最后的回忆。两人都冲到对方的家门口，本以为要错过的两人在公交车站台相遇。立晨叮嘱西渡不要受伤，西渡也让立晨不要依赖酒精。立晨帮西渡绑好了鞋带，两人都泣不成声，紧紧相拥，互相告别。年少时的承诺终究很难实现，男祝贺金泰梨强行 BE。时间过去了7年，西渡妈辞去了主播一职，推荐由立晨来接任。立晨终于用自己的能力让一家人团聚了，也成为了一名新任主播。立晨想要成为西渡妈这样的主播，感谢她让自己怀抱梦想。西渡打算退役了，他已经厌倦了竞争。班长成为了一名综艺编导，却接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，4人组终于聚齐。班长没有很难过，因为父亲已经卧床2年，这样也算解脱了。立晨也赶来了葬礼，从班长口中得知校霸创业成立了服装网站，除了有多家品牌入驻，还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。幼龄退役后成立了击剑俱乐部，赚了很多钱。立晨弟弟还记得班长会等他长大的承诺，两人马上交换了号码。校霸装作学生，拿出戒指给幼龄戴上，向他求婚。两人在祝福声中紧紧相拥。西渡又拿下了一枚金牌，电视台准备独家优先报道这则新闻。两人时隔多年未见，再见却是在新闻连线，往昔的回忆在脑海中翻涌。西渡正式公布了退役的消息，
当记者问他选手生涯里最光荣的记忆是什么，西渡说就是成为了幼龄的对手。幼龄说他也是一样的，随后走上前拥抱了西渡。多年后，书店的老板才想起立晨留给西渡的包裹，赶忙找来西渡家，转交给了西渡的女儿文采。文采将日记交给了妈妈，遗失多年的日记本失而复得，看到了立晨的留言，遗忘的那段时光重现。那时立晨的存在就足以带给西渡安慰，西渡也是在立晨艰难时刻帮助他振作起来的人。他们都让对方明白了什么是完整的幸福，明白了爱情，也明白了离别。青春或许就是这样充满着遗憾，但曾拥有过那段美好就已经足够了。